太福音16:26節用人講到，一隻人啊得到全世界，一隻人佢得到富翁在世界嘅意思啊，要嘛嘅永遠係講自家嘅永久嘅生命冇得到。因為緊人類世間你緊全世界，跟住超世間你得，自家嘅靈去進呢一個永久嘅地方，出去進到上帝嘅面前。所以呢，呢一個福音提醒自家，一隻人能得到呢全世界，要麼嘅永係講自家冇得到呢一個永久嘅生命。呢最重要啊！人班人得到，自家就係要有謙卑嘅心嚟信任呢一個上帝。在耶穌基督來了世間，介紹了佢上帝，也是在十字架為了贖世間人民嘅罪嘅錯，係啦，先人佢得到啲永久嘅生命，係講得到永久嘅生命，世間你得到家產，得到財產，呢兩樣夾起揾錢就強，係咪啊？咩講自家唔係得財產，但係永久嘅生命唔冇得到啊，安重要啊，阿門。